你有冇試過每日都好忙㗎，schedule 排到滿滿，但係心入邊總係有種唔踏實嘅感覺？開會、交 proposal、見客、覆 message，樣樣都有做，但係總覺得好似未喺啱嘅時機出手。有時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冇一個清晰嘅行動時間表。幾時應該主動，幾時應該等等，幾時適合轉變、爭取，甚至放手呢？呢啲其實好少人教你。所以我開始用占士簿，佢唔單止係一本手帳，而係一個幫你睇準時機、幫你做判斷嘅工具。細細本可以每日帶住，但入邊裝住嘅係易經所講嘅時間節奏同埋變化。而家我做每一個重要決定之前呢，都會望一望。今日係咩日子？適唔適合主動出擊啊？或係其實應該等待好日子、好時機出現？慢慢你會發現就係，原來呢個世界係有規律、有周期，並唔係亂撞，係可以有節奏嘅去行。我仲會寫低自己想要嘅嘢，工作上嘅突破，關係上嘅進展，甚至係想成為點樣嘅自己，唔再停留喺希望會發生，而係一步一步配合時間去發生。當你開始掌握節奏，你會安心好多，因為你知道自己唔再係亂行，而係行緊一條有方向嘅路。2026年唔一定要咁辛苦嘅靠撞，試下用另一種方式生活。由占士簿開始。